大家好，我是莊快尋，今天來到亞威，你們看一下，哇，好大一片，有沒有？這個呢，就是真真實實的捷運工地。那我們也很感謝桃園的捷運局呢，可以協助我們完成了《都市快技組》這個很棒的戲劇，還有鋪築營造以及日山華大林組，還有道路工程。我剛剛看到這個捷運感覺還有往下嘛？對。那通常我們蓋一個現在的捷運啊，要完成一個捷運站，通常怎麼分工？有哪一些部分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？我們是統包案，所以我們是設計含施工，主要的工項還是以結構、環控，就是我們所稱的機電的隧道，是，就是你剛剛說的，就是打隧道大。對，我去沒有？我要去讀的吼，真的人在蓋啊！他們在這裡施作的時候，挖到了很多的遺跡，都是古代銅廠哦。它有清朝的時候的遺跡，它有日本時代的，還有戰後初期，還有劉銘傳的鐵道遺留下來的東西。除了都市化、便民的建設以外，還要在乎什麼？文化的保存。你大家繼續看下去，看還有買東西。Let's go。現在連捷運的一根柱子都要上醫美嘞，怎麼樣上？這個摸起來就很像插的那個 Pitera， 有沒有？經過那個雷射模。吳主任說，現在剛好有一批弟兄在那灌漿，我等一下就去體驗看看。因為我們在交織的過程中，對，我們都會使用這個就是秘密武器——外膜振動棒，就是這個東西，它可以讓混凝土下來，那混凝土受到震動，對不对？倒蝕，对，那混凝土跟模板面會充分的結合在一起。如果真的那麼神奇的話，我就跟吳主任把那個震動棒借回家，洗壓給我的臉部的肌膚，看能不能回春一下。哇，一靠近才發現其實很大哎！我現在站在這邊，手打開，你們看到這個洞的大小，很厲害，對不對？科技帶動建築，都市快技組就是基本的且準時速寬。哦，讚啦！休息一下。阿彩特調。凱勳，你在喝什麼？我看一下。沒啦，沒關係，我看一下。這個咖啡啦。工地不要喝有酒精性的飲料。除了你們檸檬啊，我給你按摩之類。這個呢，其實是我們就是示範給大家看的。來工地這種有酒精的飲料，大妹，拜拜。